我有去过朋友，他们讲老古石，根本老古石哦，老古石哟，我去看卖啦，老古石这我没有听过。哎呦喂！哎，老古石吼，确定吗？来，我问啊，老师对唔对？老拍谁了？啊，查起叔叔啦！是，哎呀，就是你音是不是？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念。来，老师，来叫做老古石哦，哎，老石古，啊，这石当然话人的腔口较加讲老古石嘛，不要紧，哎，这是咱拄则课文讲嘛吼，澎湖一寡古早厝拢用这个起的吼，啊，因为澎湖的这个海风啊啦，算叫嘛吼，啊，土巴搁有啥有盐分，所以菜色做歹种的。吼，啊，因就利用这个老古石，吼，带因的徛家啦，也是这个菜园啊，吼，诶，头前为这个A 墙啊，啊来挡这个海风。啊，其实咱的家人遐八斗啊嘛有这种老古石。